一个干涉。嗨，翠花，有贵宾在座哈，老先生甲吴大爷伫咧遮，啊，你咱无理无数的大细声叫啥？啊？上姑娘，是甚物代志？这，哦，翠花，老先生甲吴大爷毋是外人，有啥物代志做咧讲？大爷，我去食着一个小牛山的干涉。啊？但这有啥物通啊？我大惊小怪啦！干涉怎家己后院甲关起来咯？是。高先生，你看，小牛山因迄件啦，实在目中无人。阮庄主也搁伫忍耐，无要甲因计较，实在。不但是安尼，迄个期待啦，声声句句讲要跟咱合作，哈！燕山顶是出产迄银矿啊，伊是偏要咧独占独吞啦，啊，唔互别人去甲开采，佫时常佫派迄个干涉出来，伫咧探钱路啦，想要来甲因偷啦。上庄主，大家若有啥物误会，当面讲明，相信就袂阁有即款代志发生。现在这是国家大事之秋，咱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为国为民，尽心尽力才是道理。啊，对，上庄主啊，你唔通讲怪安伫咧教话啦，安是一个直心肠的人，这就是这，两就是两啦。伊若是讲吼，只要有理，就会当行遍天下咧，哈，什么代志若是一日你家徛会知，又搁有什么伫咧办袂通啊？吴大爷，我感觉咱熟识咧伤慢啦，哈！哦，你这款的性情哦，真有我言，哈！我上无人有你这款的朋友，感觉非常的欢喜啊！啊，上庄主啊，你嘛唔通安尼甲安旁，安尼安会歹势你咧。大海，咱要来去小牛山说服市达，甲上庄主因合作，应该好起程咯。我惊我。老先生，等你好消息。庄主，请您过。恁甲我放开好，我毋是干涉啦，你甲我放开好唔啦？较细声咧啦。你哪会用啊随便抓人的？我敢有去得罪着人心？你甲我放开，甲我放开啦！叫你较细声，你袂听？上姑娘，拜托的，我见恁庄主一个面好。哈，你的想卡想办要离开这，阮大兄才袂用通见你啦。庄姑娘，我毋是干涉啦，你甲我放开好。哼，毋是干涉，阮大兄接待一个德泰高有关的老先生，等你代志若办完，自然来严办你这个干涉。啊，老先生，姑娘啊，是毋是老碧云先生啊？哦，好啊，你是要牵起因切啊，还是要探听阮非常山庄的秘密？无啦，我哪会敢咧？哼，有你也是唔敢。既然老碧云伫这个所在被因防卫贵客，我就等待见伊一个面，就当洗清完毕，水清鱼现。
秀英啊，母亲，看你安尼，逐工都是愁头苦面，是毋是搁伫咧思念朱红母？阿娘，阿爹敢有叫人去探听风雨的消息？当然有咯，也毋过，较即嘛都还无消息。秀英啊，看你安尼逐工伫咧伤心，你阿爹甲我吼是我毋甘咧。阿娘，拢是查某囝毋好，才害恁来伫咧操心。你阿爹就是讲安尼，要带你出去外口行行咧，阿爹是要带我去倒位？要带你去牛子山，遐有一座定塔庙，为顶头看落来，风景真水哦。也带你去遐吼，嘛通好去个庙的拜拜咧，下心灵，互你早一日甲朱红母见面。阿娘，我听人伫咧讲牛子山的对岸，敢是采石机？采石机就是援兵的军基地，铁木里的兵马定定守在迄个港口，而且秀英，阿爹，你真聪明。阿爹想要带你来去牛子山定塔庙迄个所在进香。阿爹目的是要来去测看采石机的地形地势，探看伊援军的军情。阿爹，安尼敢袂太危险？有道是知己知彼，必胜必胜。若无冒险，因能会当得到援兵的军情呢？庙祝啊，倒一个庙祝。来了，我就是。哦，你哦，阮副元帅来啊，赶紧来拜祭阮副元帅。是。小的张座拜祭副元帅。你就是这间庙的庙祝，本府是有话要交代。是。副元帅有啥物吩咐？ 3天后，铁木鱼元帅要来这视察，同时君主也要来这进香，也将这间庙是打扫清洁，先煞准备一间正房，知影？是老伙仔遵令。本府是交代你的话，不可违命。听讲最近嫁主因派人暗中来这查探虚实，你若是有发现到可疑的人物，随时来向本府报。是。 老伙仔绝对唔敢违令。有，定塔庙的定塔，关系到军中的机密。你若是疏忽职责，就干涉查探庙，难道你这条狗命是必死不能治罪？是。暗时上好唔通互遐外人乡家来这里出入，较早关庙门的，是。 看上，你伫本帅身躯边安尼秘密指示，乱来！副元帅啊，你是毋是叫做陈友定？啊，对啦，
陪你了，我阿祖伯啊，你就是陈家的独生子陈友定，无毋对，咱是乡亲呢。对，阮父岁命你安乱叫，清名道姓，姓我体统。老高，哇！你个半路认老爸啊，家己咧乱下乱唱，也毋赶紧向阮副元帅赔罪。是，老伙仔该死，请副元帅饶罪。哼！来。老高啊，你真好大胆呢啊！你也敢对阮副元帅这么无礼？王爷，咱来借问咧，这个副元帅是毋是叫做陈友定？乱来！阮副元帅伊即摆是贴木子的元帅呢，也都是当今君主贴弹子的红帅呢。以后若是拄到伊明的这么就无礼。是，也都老伙仔人吼，见到乡亲一时欢喜，所以袂记的才会甲伊叫出来，就以后我的主意就是。好，你这间庙司啊，好同时唔通为着讲要趁这乡家几啊乡爷钱，就放这乡家踮这乱撞，知？无代志哦，较早关关的，好休困。是。将当年伫咧掠人夫，我的囝去互人抬死了后，我这个老大人都变成孤苦无依，我只好来踮咧这个庙的度过我这后半世人。有影金姑娘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家己一个人来离开故乡？听讲阮你是伫要来找恁翁陈友定啊？唉，我看你也是从早倒转去。无，阿祖，我的公公婆婆拢死在咧战乱中，我千里迢迢来到这所在，都是要找我的翁婿。我已经是无家可归了。然而，我甲你讲，恁翁婿已经死伫咧他乡外里，你敢肯回乡倒转去？我想是无可能。我有听人讲，我的翁婿有定无死，也活伫咧世间，而且伫咧做官。做官是做官，也毋过伊。阿祖伯，究竟是安怎？阿祖伯，你甲我讲好，
这阿祖伯，你有看到有电视？伊人咧，伊即马人伫倒位？你甲我讲好。阿祖伯，每娘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恁翁陈友定即马已经是互铁木里就去做媒使，是铁蛋子的翁咯。呀，妻姐子如此款待，心中是感不安。期待一直无法度通报答员工情义。老员工，请你莫这么客气。哎呀，七姐主啊，你哪甲上庄主同款？人阮老先生吼，都不爱搁提起迄个释放林府遐个故事，但你搁讲什么创啥啊？也毋过阮的父兄拢受过老先生的恩惠，阮就也无法度通报答。这讲起来足见笑哩。喂，你什么人？来修理什么东西？在下是陈友良，从冀州阮倒来拜候七姐主。姐姐做一来对这台贵宾，无时间见客。你也是咩子做人？开你的车厢，开。就伊是。在下陈友良，就来拜候七姐主。陈兄有甚物贵事是？我是对冀州来，阮乃是王爷的好朋友，有事要甲七姐主商量。也毋过阮姐主即摆咧接待高邮关的老先生，即摆无闲伫，无恁稍等，我入来甲讲。这个标文到底是何方的人？这个上司较早捌甲我讲过风言风语，伊讲出来话毋知影轻重，而且要教诲杨善忠，也甲小梁山双方交结，伊敢要对付，我就敢对无客气。先望妻姐主盛情款待，看在山林的份上，愿意甲上庄主关起圣洁，我在此承向各位致谢。老先生，小梁山众兄弟为报大恩大德，愿意听候先生切客，为先生效劳。小梁山的众兄弟，拢是能文能武、智勇谦卑的英雄好汉，若会当团结起来，力量就搁较大。后影，大哥，外面来有一个冀州的陈友良，甲一位姑娘，讲要来拜帖投山。我看原来是来的好汉，我叫伊伫外口等你。陈友良这个人，我捌，确实会用算是一位好汉。妻姐主，会用请伊来共商大事。钱老弟，记去请伊入吧。是。现在拢有义军，但愿咱汉人会当同心协力，团结起来，要来打倒乌元，收复汉土，并非一件难事。老先生，听讲冀州市王又组织义军，咱哎呀，七姐主啊，你若是讲吼冀州迄个徐秀辉吼，无较早啦，伊迄吼阁是无量啦哈。若是即款的卡相吼，后摆有咱毋是会当上大业的好汉啦。对。注意你无？是要团结力量，是要对付冀州的清兵。